歌唱比赛登上入围得奖哦，伊也是得到第20届金曲奖传艺类最佳专辑奖。也把伊在个用风烛记嘅客家歌传统新创一种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嘅传艺类最佳演唱奖。也把王凤竹如何用传统新创嘅客家山歌同中国歌手合唱团体向下来比输赢。 昨天高贵典雅嘅发布完毕时，王凤竹从山歌唱到满嘅游园面，原上原调，天上大呢，无地撇保养就按好听。天生嘅好山歌，大家都唔敢相信。基本上从歌位一条路，竟然係13年前破片破到當厲害。去檢查是講，你什麼人嘅嫩芽？剛才是想講做書邊嘅工作全部停下來，停下來以後真多嘅朋友哈，幫我鼓勵啦，佢講要行出去。我第一擺比賽小跳哦，竹東人比賽哈，嘅田傳業嘛，我唱瓜子音就拿到冠軍，就給我很大的一個鼓勵，我覺得我可以唱歌誒。王凤竹接上頭練唱時，一唱就3、4點鐘，天天地唱出自家想要嘅音調旋律，是背後未寫呢咩歌詞。去年佢用自家創作推出鳳竹記客家歌傳統新創創作專輯。因為我一路唱歌是比賽當中唱歌嘛，過來我就學習寫歌詞。 我連參加3擺是得獎，我是感覺，我做得寫歌詞哦，故說呢種專輯嗬，所有嘅詞係我自家填嘅。佢亦向表演嘅王鳳竹參加大大小小歌唱比賽嘅獎比，伊是針對嘅演唱優良，其實同2009年得到傳藝類金曲獎最佳專輯獎，和音樂嘅最佳演唱獎，竟然有最高2位。 你客家歌愛唱越好嗬，實在愛有嘅感情嚇，你下唱乜嘅歌詞，愛有乜嘅感情，不用在地擺度嚇。韓國你嘅客家嘅山歌嗬，嘅韻味愛做一將來，咬絲愛咬一將來，呢係最基本嘅。 滿記好唱歌嘅嘢，王鳳竹唱出自信同快樂。王鳳竹講，未來佢會繼續唱好聽嘅客家山歌，更加希望客家山歌早啲受到國際人士納意，更加世世代代傳唱下去。客家新聞黃小康、范啟祥、吳思怡綜合報道。